她是一个从外地嫁过来金陵口的一个媳妇所以她来的时候，这间庙已经有了所以她常常在这边走动听到这里的人的每天这样对阿嬷的感恩对所以对她的圣德义行，终于感召到她坚守的对她的丈夫的承诺。她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全部扛起林家的生计，让金厅口这里的所有的人呢看重她，对她有一个肯定和认定，她是一个贤德的媳妇，因为她受到冤屈、受到残害而身亡，而且官府呢又要撇清事实，要掩盖他们的事，要撇清责任，最后的引起人神共愤，才有神明来帮助他。陈守娘是咱中国历史上，我感觉是第一位为着争取妇女权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迄个危险分子，因为他生前受到的虐待，甚至是虐杀残害，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权益，所采取的一些维权的动作，我感觉这是上意义。维基百科后面就是有写到陈守娘3个字，所以大家认为说，因为我们这边供奉的就是姑父妈、黄宝姑，然后嘞后面再加个陈守娘，结果人家就认为说我们这边有供奉陈守娘。陈守娘的牌位是在那个结孝祠，就是孔庙。第一，它可以洗清说我们这边，就是没有供奉陈守娘，也不会把我们当成是阴庙。其实陈守娘，我到现在觉得她是受委屈的，应该是你们市政府办这个活动是很棒的，可以把它就是平反了，故事再讲清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湾最长的传统7月还是鬼月，所以说在这鬼月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最强女鬼陈守娘的故事。从去年推出以后，让获得许许多多民众的一个关注。今年我们特别研商请我们文史老师曹老师、蔡老师能够开班，能够带团，能够带领各位来寻访过去陈守娘她的过去的一个历史足迹，包括这个东御殿，包括广泽尊王还有包括这个孔庙等等，还有包括姑父妈庙这些庙宇，事实上对于陈守娘过去的一些传说都有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呢，我想不管是你带着寻幽访胜的心情，或者带着这个一丝恐怖的心理，甚至带着要壮胆这个了解过去的一段历史的心情，都欢迎来台南。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9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欢喜迎接10月全国运动会，除了伫金牌奖励金加码到35万，成为6都上悬。嘛邀请成为台南人的职棒啦啦队长兰兰来担任宣传大赛，用以古水的笑容加热情的舞蹈来为选手加油。在那当后，台南再次申办全国运动会，市府团队为了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精英选手做伙车拼，呈现最佳的成绩。特别邀请北平市台南人的兰兰来担任宣传大赛，用职棒啦啦队青春舞蹈来为选手加油。开心，而且每次下来台南开记者会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全运会的大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选手在场上的表现，然后为他们加油。
咱日前除了要感谢所有选手争取最佳成绩，身为地主台南嘛宣布这届比赛金牌奖励金要额外加码到35万，成为6度上济。那为了要提供给我们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诱因，我们提高到35万。那这30万就是在6都里边是最高的。桃园市第2名是32万，那其他的4都呢都是30万。那这个就是一个诱因。那其实奖金是其次，最主要就是我们台南市为了要对这些选手有一个好的保障。如果你代表我们台南市来争取到好的成绩，未来我们台南市有一些学校的专业运动教练，我们呢会特别来辅导他们留在我们家乡，来为我们的这个代表队来做服务。距离全运会10月21号开幕只剩50天，市府伫奖金伫精神上顶面拢要鼓舞选手，就希望大家伫全运会尽全力，并挑战明年巴黎奥运的机会。台南好山好水，而且好吃的东西太多。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活动同时在台南举办，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精彩的10月光辉的10月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不管是参赛或是为选手们加油，统统是非常适当的哦。112年全国运动会，台南欢迎你。台新闻军级采访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9月1号特别南下辅选，将对各代表要求将侯友宜换掉的传闻。朱立伦表示，在野要联合和民进党落台，虽然整合过程辛苦，不过若只坚持自我，就无法度成就大局，嘛违反着主流民意。国民党台南市第6选区立委参选人陈以信1号上午举行南关线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特别南下，并且应邀受证。朱立伦表示，伊推崇陈以信伫国会的表现，即间有勇气下乡来参选，希望乡亲大家支持，和陈以信会用继续为民服务。几年来，伊担任咱的立法委员，除了伫中央服务，嘛转来伊的故乡顶，甲咱大家来共同拍拼。这回真有勇气也真有志气。半年前，伊就家己甲我讲伊讲有决心要转来台南来参选立法委员。伊无相信讲，一位在地主地会当认真拍拼，条件较好，会有国际观，在地的感情，伫立法院过去4年的表现较好、较优秀。袂当受到咱家己乡亲的栽培，选举上重要，就是选好人才，就是选贤与能。伊坚持相信讲，咱的民主胜地，咱的台南市一定互优秀的在地主地一个机会，一定互阿信啊一个机会。我讲我伫遮一个主地转来遮拍拼，甲咱乡亲斗阵。我若会当伫咧遮做区议会，袂互你见笑，袂互你闹气。我头一个，我绝对袂歹过，好不好？我绝对袂歹过，绝对袂去插光电利益，绝对袂去等路笑，绝对袂去暴力，绝对袂去贿选，我绝对无歹过，好不好？接续朱立伦伫接受媒体访问时，针对郭送河社的传闻，朱立伦嘛表示，整个在野的阵营就是一个共同体。如果只坚持自我，就无法度成就大局，违反所有的主流民意。整个在野阵营，大家全民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够团结努力下架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辛苦，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小我小一点，大我大一点。如果只有自我，一定要坚持自我，那是成就不了大局，也违反所有主流的民意。所以我们还是努力的。希望大家都秉持这样的决心。如果再一再的坚持只有自我的话，那我相信所有的民众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朱立伦表示，侯友宜的民调目前正在上升当中，不过也是希望在野会用的整合，不管是3对3，或者是2个做伙，
有机会见面拢是好代志。接线主席中岛嘛，甲台南市议会、甲国民党团的成员来共餐，下午继续陪立委参选人来庆祝基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员王家珍最近接到民众陈情表示，对着家属伫护理之家跳楼往生，感觉悲痛加愤怒。除了强烈质疑专营护理之家伫风环顶面有真济无周全，嘛不满政府机关处理态度拖拖刷刷。爸爸妈妈老了，我想要用最好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可以玩老，或是陪妈妈这最后一段路。但是兄弟母亲是癌症末期的患者，目前佫伫咧病院进行放射治疗当中。父亲本身有中度心脏，而且有重度忧郁。过去曾经一个人伫厝发生用火意外，造成下半身2、3度烫伤，家务事加上工课无用，两兄弟决定将父亲送到1个月费用45000块的养护中心，予专人照顾。但父亲伫今年8月2日，却伫养护中心5楼跳楼轻生，认为专营护理之家有缺失，找到议员王家珍已经林美燕定情，希望会当为因发声。我有疑问的地方就是说，我当初去护家的时候，他们进去他们服务台里面最少都有1至3个人，然后爸爸一跃而下的时候，一定会有声音。就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给我的影像，你要给我全部。我们把长辈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花那么大的费用4万5一个月送去护理之家，结果我们收到的是失声一句。主管单位之一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对着该案，卫生局将会介入调查，若有违规将会开罚单，同时也将启动心理咨商，协助两个兄弟走出这个伤痛。这个后续我们会介入调查，然后会请护家说明。那如果说他有违反护理人员法的部分，我们会开罚哈。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刚刚听下来哈，我发现2位郑先生他们已经都有心理创伤哈。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也是大概要3、5年我才走得出来，所以我可以体会到你们那种心情，尤其是又采取这种方式的话，你们的心理受创一定会更严重。所以后续我会请我们心理健康科帮你们安排心理咨商。王家珍表示，台湾已经进入人口高龄化。老人安养照顾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课题，但如今却发生护理之家历大长辈发生这款的代志，也希望市府主管单位要认真督导，避免憾事再次发生。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东夜市因为换人经营，新得标的团队惠体公司，甲原来台东夜市的5成业者，就因为经营理念无共识，影响到摊商的权益，甲真济纠纷。对事源台东夜市的业者才出面澄清，真济传闻拢是无实在指控。大东夜市开业20多年来，一直深受真济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喜爱。原本经营5成业者这么多年来，也将摊商当作家庭朋友同款。进前疫情严重时，甚至阁会减免租金，就是希望会当共同渡过难关。但近期因为市府财税局重新标租，大东夜市2/3的土地由惠体事业公司得标，5成业者只取得1/3市农会土地部分，大约有242个价值位，也因为经营权异动，连带影响到真侪摊商的生计，让因非常的不满，对着5成业者提出批评。对此，业者后生特别出面澄清。因为市政府要把土地收回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考量到后面会不会经营权益，或者是说在不同的新的这个经营者，他会不会考虑到摊贩的权益的问题？就只是说条件限制价高者得，他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经营背景或这个经营的经验，你就标到这么高的价格，他就来做这个生意。但是这后面的整个管理啊，然后整个摊贩的后续的问题，他们也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现在又把这些问题丢回给我们原管理者，我觉得对我们其实来讲，我们也蛮
蛮委屈的哦，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也不是说在剥削摊贩的模式在经营，我们也是一直很照顾摊贩，维持原租金，甚至说在疫情当下，我们也自动减租，好像往年这种梅雨季的时候，有时候雨季过长哦，我们下一次在收租金的时候，也是都是会跟摊贩做减免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很照顾摊贩的。除了说明经营权换手的问题，吴姓业者也针对夜市摊商将价位分租予其他业者争议，一并讲好清楚。在情在理在法，其实我们夜市应该都是站得住脚的哦，因为我们也没有跟所有摊商达成这个长期的合约，说哦，我就是一次租你10年我们就是哦，是半年。对，我们是半年缴一次约嘛，我们的对摊贩的保护责任跟义务就是这以半年，因为土地也不是我们的哦，有农会的部分，有市政府的部分，我们签长约，我们也怕对摊贩没有一个保障，所以才会以短约的模式在处理。吴姓业者讲，自从重新标租后，摊商组成自居会，并对父亲进行真侪不实指控，看到心肝善良的老爸被如此对待，感觉到不甘。身为后生，看到父亲一生磊落，为摊商生计尽心尽力，现在老啊身体无好，却遭受这不实指控，所以决定出面讲好清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中华共有文教协会支持台南的体育甲艺文发展，捐款予淡市新南国小以及2个艺文团体。对此，副局长叶泽山嘛特别颁发感谢状，表达肯定。中华强友文教协会分别赞助新南国小2支网球队的出国旅费，包含传统家庭创新剧团、甲嘉泰好景剧团的演出费用。合作之下，看到每一个团体都一再的成长扩大、进步，这几家强友会的荣幸能够跟各位团体们能够持续的共同成长。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再让整个活动再继续承接下去。关键仪式伫新南国小举办，台南市副市长杨泰山特别出席，并颁发感谢状，表示该协会是台南上好的朋友。感谢强友会大力的支持台南市这么多的团体还有学校的一个工作，所以特别的感谢他们。新南国小校长感谢协会赞助，期待未来会当共同培育出各级的体育选手。嘉泰好景剧团甲协会共同合作推动文化艺术长达8冬的时间，发放传统家庭创新剧团是传承台湾传统文化。强友会希望会当透过捐款来支持，让在地体育甲艺文有更较好的发展。台南新闻小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大同国小音乐教室因为设备老旧，已经真歹使用。日日展望永兴赛主会赞助，校方成功启动了教室的改造计划，要为学生营造艺术甲科技的全新学习环境。教室的改造需要庞大的经费，学校无法度自行去收，政府的补助也有限，因此台南市东区大同国小寻求社会资源，由展望赛主会甲永恒赛主会捐助20万，予学校运用。他们这次不是捐赠我们奖助学金，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圆梦，让我们的音乐教室呢能够做一个改造，让孩子呢在硬体方面可以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有一台75寸的大电视，然后把原本呢5线谱的黑板呢放到后面，我们前后都可以上课。学校将音乐教室打造成艺术结合科技的教学空间，
比较坚固实用。校长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两个师资会帮助。那这一次很高兴，在我爸爸妈妈的牵线之下呢，有办法来做这个公益活动。那主要是我们想要帮大同国小的小朋友做一个圆梦的计划，那让他们可以在比较好的环境之下呢，可以快乐的，然后更开心的来使用这个教室。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过来看了、评估了这个教室，看了这个教室也算是也是蛮老旧，有需要改。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给小孩子未来一个音乐上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展望师资会甲永恒师资会认为，环境对因来学习有重要的影响。希望借着音乐教室的改造，会当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热情。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由基隆县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台语诗歌音乐会，9月9号上午将伫台南基隆县举办，邀请台语界林永敏、罗汉秀、向阳、甲陈明林等重量级的人士来演唱，欢迎介意台语诗歌的民众踊跃到场欣赏。为推广台语文化的水，加上每年阁是台南建成400档，由着旗兰园文教基金会主办台语诗歌的音乐会，将伫9月9号伫台南的旗兰园举办。下午透过议员李启伟甲李宗林媒合，邀请主办单位甲市府文化局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9月9号，安尼透早9点有伫咱台南旗兰园，就是伫裕中3街83号有举办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安尼有充满着咱安尼乡土的一个感情啦，这有拢足有感情的一个诗词安尼诗歌安尼的一个演奏。咱希望讲，咱的伫咱的蔡奇兰咱的老师的即个训导甲咱遮的少年的会当接棒的状况之下，将咱台语文雅传互咱东区，甚至咱台南会当互咱的台南人知影。刷来了，每年是台南400档，伫文化即块，咱会当渐渐来甲咱的台语继续的发挥。咱台南应该爱是咱台湾的台语。老了上好，做了上发展的所在嘛感谢咱的于副老师、咱的蔡教授举办安尼的活动。即届邀请有台语4大重点，包括林永敏、陆涵秀、向阳、甲陈明仁共同来出席。记者会中，阁有林琼兰诗人，以着台语的汉文来引唱白居易的《琵琶行》，充分展现台语文的诗歌幽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车龄一般拢是少年人咧练习，不过高雄有社区发展协会却有真侪长辈伫教练的指导，用团队合作，迈当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根据了解，背后大力推动的正是高雄清风里里长，下面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3、4、5、6、7、8、1、2、2、3。长辈们齐聚一堂，练习着扯铃，就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动作，也能在众人的努力之下顺利完成。对，刚才这样练的就有成果了。对，扯铃教练站在前方，教导长辈们扯铃运动的种种技巧，看着他们的练习，并适时的给予动作的调整。可以有集体创作，也有个人创作。个人创作好了，然后又可以加入集体的动作的训练，所以他有个人的那个肢体协调，还有肌力，还有那个专注力，还有就是那个平衡力，还有方向感。这群长辈们已经练习扯铃大约1年多的时间，预计接下来会有扯铃的表演。清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希望这些长辈不要窝在家里，可以出来到据点学习。现在计划就是99重阳节去都会公园表演嘛，他们都是练1年多了啦，
去年也在国家体育场有表演一次啊，可是大家能同心协力啊，只要让长辈出来玩一玩、动一动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如果有年长者来练习我们这个扯铃的话，它是有一些动作肢体的，可以让他们的筋骨活络。跑步是属于可能比较有氧的，就像我刚刚讲有氧的，但是扯铃它是需要肢体跟柔软度的。你看，像我们在这边。它有些东西是要柔软度的。本身就很喜欢运动，常常都会跑步的清风里里长，也在百忙之中到场观看长辈们上课，并分享跑步与扯铃运动之间的不同之处，更透露自己以前是男子国小扯铃队的。不过我以前男子国小的扯铃队，在以前我那个年代是非常有名的，国小3年级扯铃队，老师好像陈正中，对，以前在那边扯铃队啊，其实都要礼拜3固定训练这样子。透过扯铃的课程，让长辈们可以保持运动，维持身体健康，也在练习的过程中与参与的长辈们一起互动，丰富生活。记者黄冠伟、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1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